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公布，关于新增加16例武汉肺炎病例，分别有14例境外驶入来，还有2例本土个案。本土个案当中，夹到亚波的都无出国，其中的案申报控制。新型系统确诊者示范系统境外驶入来有关的感染个案，其中案申报22发病以前实地学校还有小再发通，亚波的当地追查感染源。天气台预报机朝安部8点16分对上海浦东机场起飞，要派中向专业224人客伫9点38分顺势转到台湾。伫人客当中，清晰是一位长13年安泰生人的，所有人客都无发烧。今日早晨，医疗人员就开始对家头进行筛检，完善结果动脚就会出来。为了降低疫情这块来风险，指挥中心清楚提出社交距离相关规定。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建议伫室外要保持1公尺距离，低薄度是1.5公尺。如果无办法保持一定距离，辅以天才带最严的。亚全世界累计病例超过78万，死亡超过3万5300人，其中2万200人伫欧洲。意大利因而新增加4000例，累计超过10万例，有1万1000人死亡。美国的武汉肺炎疫情监控台重在其纽约州，累计确诊超过66000例，死亡人数超过1230人。纽约州长顾某第几个地方呼吁全美国的医疗人员去到纽约听对抗疫情。美国总统川普还表示讲，要3成人是对抗疫情的重要时节。